今日咧就為大家介紹呢一個新加坡設計嘅電陶爐。咁佢打破傳統嘅，以前我哋屋企咧一般都係用煤氣啦，或者係電磁爐啦、石油氣爐啦。嗱，呢個咧電陶爐咧，佢最大嘅效果，第一安全，第二咧就冇輻射。咁佢可以用到任何嘅廚具都可以用到嘅。嗱，開關就喺呢度，撳着佢咧就會有1000火着咗燈嘅。咁你用嘅時間咧，其實佢有5個火數俾你自己去調校嘅。假設你自己譬如開住要大火我嚟炒菜嘅，可以直接撳個加號咧，直接校到去2000火大火。咁佢嘅火力咧就等於我哋煤氣、石油氣爐嘅大火噶啦，猛火我嚟炒菜噶啦。咁你會留意到入邊咧，其實有300粒呢一個陶瓷發熱點嘅，就愛嚟咧幫你接觸到、傳熱到任何嘅廚具，例如瓦煲啦，例如係煎 pan 啦、鑊啦，愛嚟煎下魚啊、煎下扒啦。另外可以咧，譬如假設你較翻細啲嘅溫度，愛嚟暖住啲飯餸、暖住啲燉湯，甚至乎咧有一啲玻璃樽、瓦煲，全部都可以咧直接擺上去，愛嚟暖住嘅。咁你要留意到佢一陣間好快嘅速度，佢就會幫你熱起啲飯餸啊，或者係一啲食物啊、啲廚具全部都可以擺上去。咁有時屋企咧可以直接包一啲番薯或者啲栗子擺上去，直接愛嚟煨番薯啊，或者係煨栗子啊，都可以做到嘅。咁佢另外有一個好強大嘅功能，就係可以校時間掣嗰個功能。當你煲湯嘅時間，以往我哋咧用煤氣、石油氣爐咧，會擔心佢滾瀉，或者熄咗個煤氣爐咧就有危險產生。嗱，咁你用嘅時間咧，撳一下呢個時間掣就15分鐘，每撳一下就15分鐘，最多可以校到去82分鐘，即係2個小時嘅時間掣。當你2個小時煲完湯之後，佢就會自動熄機嘅啦，咁就會安全好多咯。OK 嗱，撳呢個掣咧就係開關嘅。咁熄咗嘅時間咧，佢繼續會有燈着嘅，因為佢上邊仲有餘溫，確保佢冇晒餘溫咧，全部燈咧就會熄晒噶啦，就會安全好多咯。好，而家咧教大家點樣去清潔呢一個電陶爐。咁當大家煮餸或者煲湯，有啲油咧就係飛咗喺嗰個面度，個玻璃面度。呢個咧係強化液晶體面嚟嘅，咁佢耐高溫嘅。當你清洗嘅時間咧，可以熄咗部機就直接去清洗佢，攞個百潔布啊、百潔棉咧就直接去洗下佢，啲油漬啊、污漬咧就全部咧幫你洗走晒佢咯，就會比較方便好多咯。